我叫做安妮，然后目前是 T1 职人啦啦队的总监。其实一开始我在学生时期都是一直是学表演，然后其实出来原本有一个演员梦，就是我经过很多试镜，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好像试镜跟演员这件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跟啦啦队的所有女孩们是一种很格格不入的感觉，但是可能是我一个特别的那种叛逆的心态吧，就是我在啦啦队的甄选做了一个老师的表演，就非常跳痛，然后当下的那个评审是哇哦这样子，所以就那一次可能脱颖而出吧。我觉得跟想象中的是一样，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戏，进去的目的也是怀抱就是我再回去做表演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考量到收入会不会浮动啊或者什么，完全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国中是因为我后来开始发现我比较喜欢表演，打篮球只是我的兴趣。国中很清楚，我就知道我要做的是表演，考表演学校，对，然后是利用下课时间跟放学的时间去打篮球。我真的很爱打球，超爱，甚至是很喜欢跟男生报队，跟男生打，因为男生就会比较不会碰到你，然后就觉得在男生面前这样投进三分球就吃它。你要很清楚知道你来啦啦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是想大放异彩，你想被看到，还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份工作？你要带球你进到哪里？其实我觉得你的目标很重要，你的目标确定之后，你在接下来做的才会是符合你要去的方向。我觉得女生在某方面来说很容易没有自信，就是也包括我可能遇到的粉丝或者是来我面前的女孩们，大部分都是因为来自于没自信。然后而不敢去做很多事情，但我就是想分享给所有的女生，不管是运动员也好，是所有女孩，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初衷，你做每一件事情的初衷，不要放弃现在在做的事情，要知道为什么而做，然后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你就会很有自信的继续往前走。女孩上场2，加油加油加油！